贫钱还是靠种地嘛，能够吃就不错。我们也不想给国家添负担，都有一双手呢。现在就好了，现在你看，这空间来了，我们就是也有这样好的政策。房子装修一下，都挖大了费事。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哦。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，是我心中的牵挂。贫钱还是靠种地嘛，种点庄稼，种点玉米呀，那个玉米和那个小麦，人家能够吃就不错。以前住的是头房，头房还 low， 最后这话脱贫政策来了，给我把我搬到那小洋楼上，挖年树也方便，包毛大棚嘛，包了2个棚嘛，一年大概还能有的时候5万块钱。收入能怎么样？这一场我能挣到2万多块钱。一共几场？2场。2场4万。你们这里的木耳很出名啊，也靠这个木耳啊，我们脱贫致富，小木耳大产业啊。老房子配了2张照片，说是马上拆了，配2张照片留个纪念。您说拆房子，真的想想我们以前的，真的不由自主的。没事。他为了经济在外面奔波，我就在家里照顾老人，还要种地嘛。水呢都是用肩膀挑得很远的，现在就好了。扶贫空间来了，我们搬到下面镇上来住，也住上房子。你看孩子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，老人看病就医也方便了。希望我们这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啊，真像我们城市的名字安康、平利、平安顺利。希望我们奔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少，都能够顺利的脱贫啊，确保小康。祝大家幸福安康。好。
风号已经吹响，我们要万众一心，加油干，越是艰险越向前，把短板铺得再扎实一些，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。